電助力單車的神奇進化，從一個曾經被認為是偷懶工具的小眾交通方式，到如今成為智能、環保、高效的生活助手。電動自行車的發展真是充滿了驚喜，從偷懶到科學現身。覺得騎助力自行車不算運動，但現在科學研究告訴我們，混合動力模式下騎行雖然心率稍低64 PS 74%，卻能讓人騎得更遠，延長30%至50%，甚至對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島素敏感性有幫助。而且用它來工作的人還因此更愛運動，增加了19%的自主鍛鍊量。這說明電動自行車不僅沒讓人變懶，反而成了健康生活的助推器。城市交通大救星，電助力自行車在城市裏的表現也太好了。歐洲數據工作出行距離從5公里變成15公里，替代了40%的短途汽車出行。中國快遞小哥一天跑300公里，碳排放減少92%。日本環根鐵路聯運解決最後1公里。還有地鐵加摺疊電動自行車的組合，真是上班族的夢想啊！你有沒有想過自己也試試這樣的出行方式？電池技術的飛躍，電池從原孫時代的50公里續航、8小時充電，到不久將來石墨烯鋰電池350 Wh/kg 的能量密度，低溫也能用，這進步簡直像科幻電影。以前騎到一半沒電的尷尬完全不見了，現在出門再遠都不怕。你覺得未來電池會不會發展到能讓電動自行車跑上1000公里？環保與生活的雙贏，碳排放問題一直是大家關心的，但現在電助力自行車800公里後就比汽車更環保。靜音技術把噪音降到55分貝，城市變得更宜居了。在歐美，替代35%校車需求，陀螺儀讓老人騎行事故率降76%，真是從小孩到老人都能享受。你有沒有想過電動自行車怎麼融入你的生活呢？以上介紹了電助力自行車的進化，從健康、交通、技術到環保，全面展示了它怎麼從玩具變成大功臣。它還會有更多更神奇的變化，這讓人充滿期待。